靶向藥物所致蛋白尿的解釋與應對。大家好，我是劉宇龍博士。部分靶向藥物，如貝弗珠單抗、倫弗替尼、索拉非尼等，在治療過程中可能影響腎臟功能，導致蛋白尿。尿液中含有過量蛋白質，這是一個需要密切關注的副作用。以下分3方面討論蛋白尿產生原因。中醫認識蛋白尿。蛋白尿輔助式療方。靶向藥物如何導致蛋白尿呢？上述靶向藥物可能直接或間接損傷腎臟的過濾單位腎小球，使其通透性增加，導致血液中的蛋白質，尤其是白蛋白流入尿中，形成蛋白尿。治療上，醫生會定期監測尿蛋白程度，輕度時可能繼續用藥並觀察，中重度時會對症治療或需暫停甚至永久停用靶向藥。所有監測與用藥調整務必在腫瘤科及腎內科醫生指導下進行。而中醫認識蛋白尿，此症在中醫可歸屬於尿濁、虛勞以蛋白尿為主，或水腫，當伴隨嚴重水腫的範疇。中醫認為這是藥毒傷腎所致，屬於本虛標實之症。本虛，腎氣虧虛，固攝無權。腎臟如同人體的守門員，負責固攝精微物質如蛋白質。腎虛則守門失職，導致精微下泄，隨尿流失，標實，濕濁內停。藥毒損傷腎臟，影響其調節水液的功能，導致水濕停聚，化為濕濁。濕濁進一步阻滯體內氣機，加重蛋白的流出。輔助食療處方。食療可作為輔助調理手段，原則是平補脾腎，清淡利濕。欠實山藥粥。組成：欠實30克，山藥30克，粳米50克。做法：欠實提前浸泡2小時，與山藥、粳米同煮成粥。功效：欠實固腎結晶，山藥健脾益腎，適用於脾腎兩虛、以尿泡、腰酸、乏力、偏糖為主者。玉米鬚薏仁鯽魚湯。組成：玉米鬚30克，薏仁50克，赤小豆30克，鯽魚1條，約300克，生薑3片。做法：鯽魚煎至微黃，與其餘材料一同放入煲中，加水足量，大火煮沸後轉小火煲1小時，調味後飲湯食肉。功效：玉米鬚、薏仁、赤小豆利尿滲濕，鯽魚健脾利水，適用於蛋白尿伴有輕度水腫、舌苔膩者。重要提示：本文資訊僅供參考。靶向藥所致蛋白尿需在醫生指導下規範監測與治療。中醫診治及食療應在專業醫師指導下進行，切勿延誤或替代必要的西醫治療。